今天是2025年最后一个主日，在今天的上午敬拜里面，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与思想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奇妙作为。邀请大家，我们可以敞开我们的心，自由的祷告、敬拜，来邀请圣灵在我们当中。温柔的圣灵啊，愿你自由的运行在这里，触摸更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使我们在敬拜，在今日牧师分享的主日信息当中，可以真实的与你来相遇。这个时刻，邀请大家安静我们的心，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尊贵圣洁的主耶稣，你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主。你是好牧人，喂养生命。你是世界的光和拯救，引领我们出黑暗入光明。你是得胜的君王，在我们一切患难与困难当中，亲自保护我们，带领我们征战得胜。主啊，我们因着你的同在就满心欢喜。感谢你2000多年前因爱降生，感谢你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感谢你甘愿舍弃自己的生命，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感谢你用宝血救赎了我们，感谢你在第3天从死里复活，胜过罪恶与死亡的权势，赐给我们全新的生命与永恒的盼望。2025年即将结束，2026年即将开始，我们回首这一年，有数得清的恩典，也有数不清却真实与主同在的时刻。我们知道，在高山，主你与我们同欢；在低谷，主你仍然紧紧地拖住我们。主啊，当我们站立在你的面前，我们深知道，我们一切的言语都非常的有限，但我们仍要向你献上全人全心的敬拜、赞美和感谢。愿我们今日的敬拜不只是歌声，不只是旋律，而是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更多的完全降服于你。永远圣洁的主耶稣，我们仰望你是那信心创始成终的主，是那曾被杀如今永远活着的羔羊。你是我们生命的全所有。愿我们每一个灵里缺乏的，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重担，过去的羞愧、软弱与伤害，对未知的焦虑与恐惧，疾病的病痛，心里的忧伤，都在你今日大能的同在中，并在你的爱里被医治、被释放、被更新、被坚固。愿主耶稣基督的爱、平安、喜乐与盼望，充充足足的浇灌、满足每一个站立在主耶稣你面前，每一个深深渴慕你的心。透过今天的敬拜，还有瑞平牧师的讲道，他所传讲的信息，都能够使在座聆听的每一个人生命真实的经历耶稣基督的爱所带来的更新与改变。哈利路亚，我们的主，我们尊荣你，愿你在凡事上都居首位。主啊，我们要高举你的名，宣告一切天上、地下、地底下的，都要因耶稣基督的名屈膝敬拜
称你为主。启示录当中的一句经文说：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人，没有人能够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的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从座位上站立起来，让我们带着一颗渴慕、敬畏和感恩的心，一同来唱这首感谢，成为我们对神最真诚的敬拜。哈
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有人不公配得献上给我王，只有我全心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让我高举双手，赞美又赞美不停，我献上所有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有人不公配得献上给我王，只有我全心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这是我们的敬拜，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心。圣洁的羔羊耶稣，愿世世代代的人都来敬拜，来尊崇你，来高举你的名，继续来敬拜。世世代代夫妇，全心全意敬拜，牺牲宣扬称颂神羔羊，众生途中儿女，万族万民万邦，齐声宣扬称颂神羔羊。耶稣的名，你名高过穹苍，你名何等伟大，你名超乎万民之上，所有宝座冠冕，所有能力权柄，你名超乎万民之上，众天使呼喊，圣洁，万口要敬拜，圣洁，我们高举你，圣洁，圣洁到永远。我已被你赦免，我已被你赎回，永远宣扬称颂神羔羊。我已得到自由，奉靠耶稣之名，永远宣扬称颂神羔羊，永远宣扬称颂敬拜你耶美，众天使呼喊，圣洁，万口要敬拜，圣洁，我们高举你，圣洁，圣洁到永远。神儿女歌唱，圣洁，全地的君王，圣洁，你永不改变，圣洁，圣洁到永远。来赞美他的名，你名高过穹苍，你名何等伟大，你名超乎万民之上，所有宝座冠冕，所有能力权柄，你名超乎万民之上，你名高过穹苍，你名何等伟大，你名超乎万民之上，所有宝座冠冕，
宝座冠冕所有能力权柄你名，超乎万民之上。你名你名高过穹苍，你名何等伟大，你名超乎万民之上。所有宝座冠冕，所有能力权柄你名超乎万民之上。众天使呼喊，圣洁，万口要敬拜，圣洁，我们高举你，圣洁，圣洁到永远。神儿女歌唱，圣洁，全地的君王，圣洁，你永不改变，圣洁，圣洁到永远。你永不改变，圣洁，圣洁到永远。你永不改变，圣洁，圣洁到永远。最后一次，你永不改变，圣洁，圣洁到永远。圣洁，耶稣，你宝座在这里。哈利路亚，你荣耀在这里。亲爱的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献上我们的赞美。因着你是圣洁的神，你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遮盖之中，在你的保护之中，得着生命的更新改变，也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坦然无惧的到你的至圣宝座前，在你的面前匍匐敬拜你，举手向你歌唱，向你发出我们内心的呼求。神啊，愿你倾听，也看见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最真实的敬拜。愿你悦纳我们今早在这里的聚集，我们在这里所向你发出的每一个声音。我们相信你现在就在这里，你现在就在我们的敬拜当中，在我们的祷告当中，也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中。愿神你在今天早上对于我们每一个人发出你启示的亮光，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有新的力量、新的恩典的赏赐，好让我们越靠近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你就是那位美好的神。愿神你带领我们今早的礼拜，也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带着一个欢欣喜悦，但也带着一个敬畏渴慕的心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愿今早成为一个荣耀尊贵的敬拜，愿你保守带领。这个时候我们也要用耶稣你所教导我们的祷告文，
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圣经恭受上帝的话，今天的经文记载在以弗所书3章16到21节，我们一起来攻读。我祈求上帝依照他荣耀的丰富，借着圣灵赐给你们力量，使你们内在的生命强壮起来。我又祈求基督借着你们的信心住在你们里面，使你们在他的爱中有根有基，好使你们能够跟所有上帝的子民一同体会基督的爱是多么的长阔高深。愿你们能理解基督那超越知识所能领悟的爱，好使你们能完全被上帝的完美所充满。上帝能以运行在我们当中的大能成就一切，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到颂赞，世世代代直到永远。阿们。愿上帝赐福领受他话语的人。献诗，本周献诗以赛亚牧区。献诗的歌曲永远唱的歌。献诗完，请郑瑞平牧师讲道。郑牧师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是信仰根基系列3，内在的力量。
感谢我们的以赛亚牧区，他们带来这首诗歌，我们用不同的歌词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那我们也再一次拍手谢谢以赛亚牧区，因为他们在第一堂跟第二堂有2堂很美好的服事。那他们也要去参与其他的服事，所以我们先邀请他们，也可以先退场。好，谢谢你们今天早上的服事。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如同刚刚所唱的诗歌刚刚的诗歌好像这个旋律听起来有点凄凉，好像有点悲凄的感觉，但这个歌词也却说得非常的实际这个人的一生过得很快速，时间在过非常的快刮曙光晴楚蒙乌然后像一阵烟一阵雾就这样过去了。那其实今年也过得很快今天是我们在一整年主日当中的最后一个周末，也是我们最后一个主日礼拜。那下个主日礼拜就是新的一年，就是2026年了。但请不要忘记，就是虽然这是最后一个主日，但不是今年教会的最后一场聚会在接下来这个礼拜三，12月31号晚上8点半，我们有这个年终的跨年祷告会。所以这是我们教会今年2025最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场聚会。那我们在过去，其实我们每一年其实都有年终祷告会，但今年比较特别，今年是有跨年的。有印象中，上一次有跨年的祷告会应该是10年前了已经10年前了，所以很难得有机会在教会当中一起跨年，然后一起祷告，一起敬拜，然后我们邀请黄瑞成牧师来我们当中，会有很好的陪领，对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再次邀请我们的这个弟兄姐妹下礼拜就接下来这个礼拜3晚上8点半，那我们一路到12点半，会有这个教会的年终的跨年的祷告会。那真的很鼓励大家一起来因为如果你到外面的跨年演唱会呢，你必须要在外面然后站着，然后要吹冷风。但是你来教会这边，大家聚在一起敬拜神，非常的温暖。那你到外面去看跨年演唱会呢，可能10几20组艺人，可能只有一组你要看的，但是你要站1个晚上。但我们在跨年祷告会，我们就走单单一个目标，就是在敬拜我们的神。过12点呢，教会没有跨年烟火，但是我相信会带下复兴的火，所以鼓励你下礼拜把时间空下来，8点半到12点半，一起来参加我们富强教会年终的跨年祷告会。也愿神带领我们，透过不同的聚会，不论在主日的敬拜，或是透过我们平常小组牧区，或在特别的聚会当中，我们都可以有不同的领受，让我们可以在每一次跟上帝亲近敬拜他的时候，领受他的美好恩典。在开始分享上帝话语之前，我们再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的父神，向你献上我们满心的感谢，因为你带领我们在每一个主日当中，我们都可以来亲近你，我们都可以在这里领受你话语的美好。感谢你，从年初一直到今年最后一个主日，当我们弟兄姐妹一起聚集，一起敬拜，一起聆听你话语的时候，主啊，相信你的能力就在这个当中，你的恩典也在这个当中，你的慈爱也在这个当中，你的赐福也在这个当中。愿神你在今早透过你的话语，也再一次让我们看见当中的奥秘，也看见当中的亮光，也让我们透过听见你的话语，我们也学习遵行你的话语，遵行你的道路，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跟着这道话语的光，生命的光，成为我们人生指引以及方向。恳求主，你也在让我们在这个时候放下心中所挂虑、心中所思念的事情，单单注目在你的身上。愿神你带领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
阿们。今天早上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以弗所书第3章16到21节。刚刚我们一起读过了这段的圣经，那我们也要继续来延续这个信仰根基系列的分享。在前面2次的分享有讲到生命的更新，也讲到根基的建立，而今天要继续的讲到是根基建立好，一个基础建立好之后，更重要是在这一栋的建筑物里面，我们每一个人就好像是一个生命的工人一样，我们都在建筑我们的生命。但是最重要的不是只有外表漂亮而已，不是只有外在看起来金光相向，然后富丽堂皇，重要的是内在的生命、内在的力量是否有显现出来，成为我们真实的帮助。在今天我们一起读的这段经文，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因为以弗所教会当时有遇到一些很多的困难，遇到了有不同的信仰进到这个教会，遇到了在这个教会当中有不同的民族在这个里面，遇到种种的问题，导致这间教会可能急需要去处理一些事，急需要去重新调整一些眼光。于是保罗为他们祷告，特别为他们内在的生命，为他们信仰的力量来祷告。我想，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或许我们也会经历这样的时刻，就是道理我懂，这个圣经的真理我知道，这个信仰我也很认同，但有时候生活一忙碌，生活一重，里面却开始空了。就是这个我都很认真，我参与聚会，我参与小组，我参与各种的查经、服事、训练，我都有做，然后这些信仰我都很认同。但是有时候会不会因着生活一忙碌，或者是某些的重心，或者是突然某些突如其来的意外产生，去发觉里面是很空虚的，甚至发觉那个空虚让你不知所措，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在旧约时代，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在旷野行走了非常长的时间。虽然一路上上帝用不同的神迹带领以色列人，但是对于这些以色列人来讲，他们还是有诸多的抱怨，他们还有非常多他们自己的情绪，所以他们不仅跟摩西抱怨，他们也会跟上帝抱怨。但是在民数记记载了一段这个经文，当有一次以色列人继续在抱怨事情的时候，上帝突然发怒了。而摩西他对上帝说：“上帝啊，你为何苦待仆人？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如果你看后面的经文，摩西会说：“啊，这些百姓又不是我生养的，这些百姓又不是我怀孕生出来的，我凭什么要照顾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个责任加给我？”摩西在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他看见了上帝行了非常多特别的神迹，非常多的奇妙的作为。在旷野的过程也是，上帝用很多不同的记号，让以色列人也让摩西知道上帝怎么引领他们。但这段经文，我们却看见摩西说：“你为什么苦待仆人？你为什么不让我在眼前蒙恩？这不是我该负的责任啊！”我们看见摩西的生命好像没电了。虽然他是一个领导者，虽然他是一个带领者，虽然他知道上帝有什么样的作为，但是在此时此刻的摩西，他看起来生命好像没电了，看起来他的内心是蛮空虚的。回他开始说，或许这也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生。这不在乎我们在教会多久，不在乎我们认识这个信仰多久，而是在于我们内在的力量，在于我们的内在的生命，我们如何真实的看待这份信仰。刚刚说保罗在写这以弗所书的时候，其实他在监狱里面，不是很好的环境，
甚至他可能不知道明天会如何。但是他在那里所做的，不是说哇，神啊，你怎么苦待你的仆人？神啊，你怎么让我在这个地方不让我去传福音，不让我去做一些事工？他在那里做一件事情，为以弗所教会祷告。他在那里为以弗所教会祷告，为这些信徒求一件事情，就是求神给以弗所教会的信徒加添他们内心内在的力量，使他们内在的生命是强壮起来的。我们今天没有读到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第3章14节，就是在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往前2节。这个保罗他说，因此我在天父面前跪下。在当时的习惯就是比较多是站着祷告，跪下祷告反而是比较罕见的一件事情，代表这是保罗非常深刻，而且是他非常急切的想要祷告的一件事情。他看见以弗所教会的这些信徒，看见这些弟兄姐妹，如果他们内心的生命没有被建立起来，没有一个真实正确的一个方向，那很容易会垮掉的。虽然有一个根基，虽然认识耶稣基督，但是若这个建造起来的房屋里面是空洞的，是空虚的，那是很危险的。我们昨天有经历一场地震，感谢神的保守，让我们没有什么太大的损害。但如果有点印象，再早期，可能30年前、20年前的台湾，有时候可能地震或一些天灾，那个房子倒掉。房子为什么倒掉？是那个钢筋梁柱里面藏了牛奶瓶，或藏了塑胶瓶，用那个当作是房子的这个梁柱。那你想，外表看起来很漂亮啊，但是它的内在事实上是不坚固的，它的内在是不堪一击的。所以保罗在这里为以弗所教会求一件事情，不是只有外在看起来很美丽，外在看起来很成功，不是好像只有说啊，我有一个根基了，很棒，但却往上建造的时候，却忽略了那里面生命当中更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一起透过保罗他为以弗所教会所做出一个非常深切而且非常重要的一个祷告，我们也一起来学习，也来分享这段的经文。第一个，生命当中内在的力量是因着有圣灵的坚固扶持。我们生命当中的内在的力量是因着有圣灵的扶持，有圣灵的坚固。在保罗刚刚一开始在写以弗所书的这个经文，他一开始这个祷告，他先跪下来跟天父祷告。第一件事情，他说：“我祈求上帝，依照他荣耀的丰富，借着圣灵赐给你们力量，使你们内在的生命强壮起来。”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祷告说：“求神给他们透过圣灵的能力，透过上帝的同在，让他们内在的生命强壮起来。”内在的生命，在原文的意思，它指的是里面的人。也代表着是我们里面属灵的生命。这个里面的人，不代表是我们靠着自己的情绪、靠着自己的意志、靠着自己的血气。这里的里面的人，特别是讲一个我们属灵的生命。他说，里面的人内在的生命强壮起来。这个强壮起来，不是说突然变得很厉害。不是说突然圣灵来了，啪，然后就变得很厉害，变得很强壮，像大力水手吃了菠菜一样，然后肌肉就长出来，变得非常的强壮，而是被支撑住，被拖住，找到一个依靠。保罗说：“神啊，求你给他们圣灵的能力，给他们你的同在，在他们的属灵生命当中被支撑住，在他们属灵的生命是被拖住的。”不至于跌倒。有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定律，我们要知道，圣灵赏赐的力量，上帝的同在，绝对不只是一次的经历而已，而是一个持续的状态。上帝的同在绝对不是只是在某一个时刻他同在，圣灵的能力也不会只有在某一个时刻叫做圣灵充满，而是那是一个持续的状态。
那是一个不断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断的一个支持，不断的一个支撑，不断的一个安慰，不断的一个鼓励。真正的一个刚强，真正的强壮起来，是靠着从神的能力，不是靠着自己想尽办法，不是靠着自己想尽你所有的经验，靠着你过去所可以找的人脉，靠着你所可以想得到的任何的方式，去用意志力撑着这一切。人的意志力其实是很薄弱的，人的意志力其实是很薄弱的。但有时候我们常常都会想说，靠自己再撑一下，再努力一下，再坚持一下，一切都会过去。但是往往第一个先过不去的是自己，因为我们总想着要靠自己成为刚强，我们总想着要靠自己的能力成为那个强壮的。但真正的刚强是从神来的能力，真正的刚强是有圣灵的同在。外在的力量终究是会耗尽的，外在的力量终究是会耗尽的，人的肉体也会渐渐、慢慢的衰残，但是内在的力量却因着有圣灵的同在，却不断的更新，却不断的改变，因为它不是一次的。它不是只有停在你相信的那个时刻，不是只有停在你受洗的那个时刻，不是只有停在你在这里聚会的这个时刻，而是在每一个时刻当中，它都一直与你同在。若变成只靠自己的意志力撑着，那很容易变成只是空洞的生命，空洞的生命就随时会有倒塌的危险，空洞的生命就随时会有崩溃倒塌的危险。在以赛亚书第40章29节，这也是我们很常读到的一段经文，时常带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和安慰。但这绝对不是只是一个金句，而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应许。上帝应许说，他把他的力量赏赐给疲乏的人，他把他的力气赏赐给所有困倦的人。奔跑不困倦，要如鹰展翅上腾。不是靠着自己，而是靠着上帝的同在，靠着神的力量，让我们内在的力量是被支撑住的，我们内在的生命是有依靠的，是被拖住，不至于跌倒，不至于失望的。第二件我们要一起来分享的事情，在保罗的祷告当中，他向上帝祷告，让我们看见内在生命的力量，就是要以耶稣基督为生命的中心。内在生命的力量，就是要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保罗向上帝祷告说：“我又祈求耶稣基督借着你们的信心住在你们心里，使你们在他的爱中有根有基，好使你们能够跟所有上帝的子民一同体会基督的爱是多么的长阔高深。”保罗说：“借着你们的信心，基督就住在你们心里，好让你们在他的爱中建立根基。”这个住在的意思，包含了掌权，包含了占据。它不仅仅只是安居在这个地方，它包含的是掌权，包含的是占据，代表耶稣基督凭着信心，让耶稣基督住到我们的心中，让他的爱成为我们生命的根基。这包含的就是让我们的生命是被他掌权的，我们的生命是被他占据的。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在我们生命的座位上，到底是让耶稣基督坐在这个位置上，还是让我们自己坐在这个位置上？到底这个掌权的到底是耶稣呢，还是我们自己？是借着我们的信心住在我们心里面的是这位用爱爱我们的耶稣基督，还是借着我们自己的自信，让我们自己坐在里面？
或许很多人会说，我是一个有信仰的人。或许很多人说，我认识这个信仰，但却在某个时刻，或许我们也可能还是让自己去主导了选择，让自己的情绪决定了方向。这不只是我相信耶稣而已，这不仅仅只是说我相信耶稣，而是耶稣是否在我生命当中成为那个中心。很多人可能说，我是一个有信仰的人，我会去教会，我参加聚会，我有非常多不一样的参与。但是这不仅仅是我相信耶稣，或者是我加入教会，而是耶稣是否真的在我的生命当中做主，耶稣是否在我的生命当中成为中心。在哥罗西书第2章6到7节，一样也是保罗所写的书信。保罗说，既然你们接受基督耶稣为主，你们的行为、你们的生活就必须要以他为中心，在他里面扎根、生长、建立信心。如果你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们的主，那你们的生活、行为各个方面都要以他为中心，在他里面扎根，在他的里面生长起来。所以当耶稣真的住到心里的时候，那信仰就不会只是一个外加而已，不是说我是一个有在来参加教会聚会的人，不是只是说我是一个基督徒，而这个是真的成为你生命当中的一部分。耶稣不是生命的顾问，而是生命的主人。耶稣也不是那个好像来住饭店一样，住个3天2夜、5天4夜，然后就走了。他不是客人，也不是顾问，他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主人。当借着我们的信心，真的是邀请耶稣住到我们生命的时候，那代表是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交给耶稣掌权。保罗在加拉太书第2章20节，他也这么说：这样，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自己，而是基督在我生命里活着。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的生命里面活着。最后一个，保罗向上帝的祷告，向上帝的祈求，就是基督的爱完全的充满，就是基督的爱完全的充满。内在的力量、内在的生命需要被基督的爱完全的充满。以弗所书第3章19到20节，保罗说：愿你们能理解基督那超越知识所能领悟的爱，好使你们能完全被上帝的完美所充满。上帝能以运行在我们当中的大能，成就一切，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保罗不是向上帝求说：上帝，你给他们更聪明；上帝，你让这些信徒更努力；上帝，你让这些信徒再继续撑下去。保罗跟上帝祷告的是：上帝，求你让这些信徒们、以弗所的弟兄姐妹们，更深的经历到上帝的爱。保罗深知经历上帝的爱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是何等的重要，比起求说更努力、更多的知识、更加的聪明、更加的用功，保罗更清楚的知道是经历上帝的爱，这反而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上帝的工作是从内在开始的，而非在外在成就。有时候我们看见一个人他生命的翻转、生命的改变，你会说：哇，这个人看起来不一样了。或者是有时候你听见一些人的见证，你会说：哇，这个人拥有了些东西，得到了些东西，我们就觉得：哇，这个人外在有好多的得着，有好多的改变。但是真正重要的不是看到外面的那些改变，不是看到外面得到了什么，
而是看到这个人在内心当中，他是否经历到上帝的爱，经历到上帝的恩典有多少。上帝的工作往往是从里面开始的，上帝的工作往往是从我们的内心开始动工的，并不只是在外面外表让我们看见上帝的作为。当上帝的爱进来，生命的容量才会被扩张开来。如果我们的内心仍然是处在我们自己想要求的事情，只是在想说我要更努力、更聪明，就是在求自己想要的方向，我们却没有让上帝的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却没有了解到上帝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却不了解上帝的爱才是那真正完美的爱，那我们的生命仍然是停留在某一个部分，只停留在某一个空间被局限住而已。我们就没有办法理解什么叫做超出我们原本的想象和期待，我们就没有办法理解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叫做上帝运行在我们当中的大能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当上帝的爱进来，当耶稣基督的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生命才被扩张开来，我们才真的看见神的爱，神的能力是超出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生命的这个建筑物，我们所建造的这个房屋，才慢慢的被扩张开来，才慢慢的被打开来。在约翰一书第4章第16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他说：上帝是爱，那有爱在他生命里的人，就是有了上帝的生命，而上帝也在他的生命里面。神是爱，唯有那上帝的爱在人的生命里面，同样的，上帝的生命也在那个人的里面。当真的把基督的爱充满在我们的内心当中，经文这样告诉我们，我们也同样拥有了上帝的同在，拥有了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真实稳固的信仰，是我们的内心，我们那个里面的人是站立得稳的生命。内在的力量不在于我们有多坚强，不在于我们有多认真，不在于我们有多努力，不在于我们有多会支撑，我们多会咬牙苦撑任何的事情，而是我们清楚知道，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清楚知道，我们的生命，内在的生命是被上帝所扶持、坚固住的。我们生命的方向，我们生命的道路，是被上帝所掌权的，是被上帝所带领的。我们内在的生命，我们内在的人，是被耶稣基督的爱完全充满的，不再只是以自己的眼光，不再只是以自己的方式来建造，而是以耶稣基督的爱，以耶稣基督的恩典去建造我们内在的生命。愿我们也可以透过这段的经文，成为我们自己的祷告。我们看见保罗，他是为内在的生命祷告，他不是为了外表有多少、多丰富、多昌盛祷告。保罗单单只为一件事，为内在的生命祷告。他知道，他清楚的也告诉我们，内在的生命被稳固住，内在里面的人被强壮起来，比任何事更为重要。而靠着耶稣基督的能力，靠着耶稣的爱，就让我们被坚固、被稳固住。愿神带领我们，特别我们要进入新的一年，我们的教会也要进到50周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年份，也是一个我们要一起欢庆的时刻。但是不仅仅是欢庆，不仅仅是回顾这段上帝的恩典，更重要，我们也仍然在这个即将到来的2026教会的50禧年当中，让我们每一个人内在属灵的生命，我们里面的人
刚强起来，被稳固住，继续行走上帝所引导的道路。愿上帝带领我们，在今天的讲道结束之后，我们有医治祷告的时间，所以等一下我们要先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在唱完这首诗歌之后，牧师也要邀请，如果你有特别有需要别人为你祷告，邀请你可以勇敢地站立到台前，我们服侍的同工会来为你服侍，为你祷告。我们先一起来唱这一首回应的诗歌《医治的爱》。在你灵深谷中，你领我走出来，我跌跌又撞撞，是你扶我站起来。我满身是伤痕，你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心中有燃起光明的期待，再一次将自己敞开。耶稣的爱刚强了我的心，信心的翅膀再飞起来，飞越每一个高山和低谷，感谢耶稣。再唱是副歌《耶稣的爱》。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心中有燃起光明的期待，再一次勇敢将自己敞开。这时候牧师邀请，如果你需要被人家祷告的，如果你有任何的需要，邀请你勇敢的走到台前，我们服侍的同工会来为你祷告。无论你在4楼、在5楼，鼓励你都一起走到台前来，不用在意别人的眼光，不用在意别人如何看，因为这是你跟上帝的关系。当你踏出这一步，这是一个信心的一步，这是一个信心的行动。我们在唱是副歌《耶稣的爱》，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心中有燃起光明的期待，再一次勇敢将自己敞开。耶稣的爱，耶稣的爱刚强了我的心，信心的翅膀再飞起来，飞越每一个高山和低谷，感谢耶稣医治的爱。这时候我要请前面服侍的同工，我们来为这些弟兄姐妹一起来祷告。我邀请台下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也一起用祷告的心，我们一起为台前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献上祷告。你也可以为你自己的需要来献上祷告。这时候我们一起来开口来祷告。主啊，谢谢你在我们的同众当中，谢谢你是我们的人在，看过我们世人的人在，谢谢你是帮助我们是我们的人在当中，主啊，看过我们的时候，主啊，谢谢你是在我们的人在当中，谢谢你是在我们的人在，谢谢你是在我们的人在，谢谢你主，然后在你的人在里面，谢谢你是我们的人在里面，谢谢你是。
邀请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举起我们的手，我们一起为前面的弟兄姐妹来祷告。特别我们要再一次唱这一首的副歌，用这首诗歌的副歌也成为我们的祷告，也成为我们的宣告。用耶稣基督的爱来医治每一个破碎的心，用耶稣基督的爱让每一个心中失望、难过的又再一次燃起从他而来的盼望。我们一起举起我们的手，我们一起再次来唱这首诗歌的副歌，成为我们的祷告，也成为我们的宣告。耶稣的爱，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心中又燃起光明的期待，再一次勇敢将自己敞开。耶稣的爱刚强了我的心，信心的翅膀再飞起来，飞越每一个高山和低谷，感谢耶稣医治的爱。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我们内心最深的祷告，献上我们内心最深的呼求。神啊，我们有许多内心的事没有办法跟别人诉说，我们有许多难过、失望、忧伤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释放出来。但耶稣，你都知道。神，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你细察我们每一个人微小的想法，你听见了每一个在你面前的呼喊，听见每一个在你面前的祷告。神，我们特别为站立在面前的每一个弟兄姐妹献上祷告。神，他们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此时正遇到不同的挑战，遇见不同的难关。但主啊，你是洞察人心的神，你知道什么是在这个时刻他们最需要的。主啊，愿你照你的旨意来成就他们所祷告的一切。神啊，你医治他们的心，让他们的破碎，让他们的失望，让他们的难过再一次的苏醒过来。透过祷告，透过信心的行动来到你的面前，让他们的内心再一次燃起盼望。那个盼望不是来自于自己的自信，而是来自于你，来自于你那永恒不变的盼望。神，你让他们再一次看见你的爱是不离弃的，你给他们有一个信心的翅膀，让他们软弱疲乏的加添力量，让他们如鹰展翅上腾，好让他们飞越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高山低谷，让他们看见耶稣你的怜悯，你的医治与他们同在。神啊，带领每一个站在你面前的弟兄姐妹，愿你医治的爱此时此刻就在他们的内心当中涌流，也将我们每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交在你的手中。愿神你那医治的爱、完美的爱就在我们内心当中不断的充满，使我们里面的人也被刚强起来。让我们在面对任何境遇、任何挑战的时候，我们知道神，你成为我们最大的依靠，你托住我们，让我们不至于跌倒，不至于失败。愿神你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特别赐福站立在你面前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我们一起拍手感谢神，哈利路亚，赞美神。奉献，我们一起来奉献。
会众请起立，一起唱奉献诗。会众请坐。我们一起来攻读本月的金句。我们一起来。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约翰一书3章23节。我们再念一次。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约翰一书3章23节。报告，请翻开周报第2页，下周司礼高林清长老。第4页肢体交通。第1点，本会定下主日举行新任长职和首长4月就任差派礼。愿上帝赐福他们在服事上力上加力，恩上加恩。第2点，本会定12月31晚上8点30分举行迈入54年年中跨年祷告培灵会，邀请兄姐踊跃参加。第3点，中百代祷事工征求代祷的同工，邀请有感动的兄姐参加服事，在1月4号会举行祝福的差派礼。第5点，本会定1月11号举办50禧年第1场复兴系列的研讨会，欢迎本会侍奉的同工及兄姐报名参加。第5页的第7点，本会明年第1季重要的施工预告如下，请大家自行阅读。第9点，山营小组人称的撒净蔡素琴姐妹，她在1楼大厅有义卖她的作品，欢迎大家前往1楼购买。第10点，婚礼的祝福，本会陈冠然弟兄与苏银欣姐妹礼拜5在台北的饭店举行婚礼，我们恭喜这位新人。接下来请牧师补充报告。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呢，因为是元旦假期那个圣诞节假期，所以我们的这个做爱心午餐暂停一次请大家原谅。那我先介绍新朋友，然后再做一些提醒哈。我们有一位新朋友叫做张宝文姐妹，在这边吗？请你站起来，让我们欢迎你。来，宝文姐妹，嗨，谢谢。我们会籍执事带她过来哈，欢迎你常常来参加，一起跟我们同心敬拜神。那另外呢，我们今天有看到一芳姐来我们当中了哈。在2个礼拜前，我们为生平兄举行告别式，他今天来到我们当中我们请站起来一下，给大家点个头就可以哈。我们继续为他祷告哈，愿神亲自保守。虽然失去最爱的亲人，但是神给他力量智慧、平安，让他能够勇敢的走过这些伤痛。神的医治，神的平安继续跟他同在，也为他代祷。我们小组呢继续在关心他哈。先报告周报没有写的了哈，就是我们先投那个我们的年终祷告会哈。我们年终祷告会呢
在这个礼拜三晚上8点半就要举行了哈。那我们邀请所有弟兄姐妹，今天这一个礼拜三大家都来，因为这是一个全人向神奔驰的一个激励的聚会。特别我们邀请了我们义理教会退休的黄牧师来，我们专门来激励我们期待因为隔天我们休假嘛哈，期待大家能够踊跃前来，那一起同心祷告，一起向神领受祝福哈请大家拨空，除非你说在外地回去度假了，不然大家都能够来这边，大家一起同心聚会欢迎大家8点半要过了一个12点这个迎接新的新年到。那我们的以赛亚牧区很用心他特别说要准备这个杏仁茶，还有饼干，还有油条在结束后大家一起享用，在3楼所以请大家不要怕怕冷有热饮来可以给大家分享了好，那其他有几个要做提醒的，牧师就做一个。刚刚我们的邱平执事已经报告了，但是我做一个提醒，就是下个礼拜的就任式，那我们这些名单都在这里了请大家届时在第一堂就要来了因为我们只能在第一堂一个就任式，没有再举行第2次就任式，所以以第一堂为主。那第一堂就任之后呢，有一个邀请除了就任者之外，我们明年刚好50喜年，我们要拍一个比较官方的照片就对了一个50喜年的一个代表性的照片，就是我们要请新就任长子卸任的也要来新就任都穿正装，那拍一张，然后应该是先全部啦，因为全部这样大家退下再来再长子就是我们的小组长夫妇如果你没有小长夫，就是组长跟副组长。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侍奉团队的队长大家能够尽量正装了男生如果能够结领带更好了穿冷冷的穿西装更好还有牧者大家都一起拍一张大合照成为我们50喜人的核心同工的大合照这一次请大家如果是习惯参加第2堂礼拜的，请你在10点半以前就要到。那我们在拍照的时候，大家都一起聚集。那要请同工预备，可能要第一排要用坐的，这样才3排才拍得完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下个礼拜也同时要举行那个代祷团队的就任式。那除了就任，我们都很熟悉的，主要是鼓励说，你如果还没有参加代祷团队的中保代祷，欢迎大家踊跃去报名签名你说我到底能不能持续1季4个月完成呢？你试试看，你就会领略到说，原来不困难，把时间拨开就可以。如果是你白天上班的，可以晚上来。或者说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就抢早上6、7点上班前就来祷告，有的是刚好趁他聚会的时间，比如今天有排聚会，我在前后参加祷告会。我们期待能够人数能够冲了往上冲，能够人数更多一点一起来参与这个下一季的代祷团队那另外呢，就是我们有50喜年的这个系列研讨会，第一期就开始了。就是我们第一次，我们周报我们有印了一个很漂亮的图卡这是我们明年50喜年一个重要的系列研讨会，就是5场，就不同领域的比如一个总体性的是1月11号，小组事工是在3月14号，那正歌队的观摩是4月26号。祷告研讨会就是我们中保代祷这个事工的研讨会，5月16号。那到我们的敬拜赞美事工有5项，我们觉得这是我们很看重的产业，也能够彼此激励我们弟兄姐妹。所以呢，这个研讨会当然是对外开放，我们邀请各教会都来，但是我们照自己的教会会友，还有我们的同工，也鼓励大家报名参加。因为要登记人数，所以请向小组长或是个别向办公室报名我们在1月11号的下午2点就开始了欢迎大家踊跃来报名。还有这张海报也印出来，如果你觉得有好朋友、好的同工在别的教会，邀请他，你可以索取这张海报送出去，然后邀请他们来参加好，刚刚有提到3省，我们再把这个图卡弄出来我们3省就是我们的蔡素琴姐妹了因为她是魏鹏长老的沙进嘛
所以他习惯叫他三婶，这样也很好认哈。他最大的专长就是他用钩针的一些，比如说毛线啊，一些丝线，把它钩成很好用的做用品，在1楼展示。刚刚第一堂已经有很多人来购买，那这些不是为了私人的收入哦，他这个所有的收入就要当成我们的50喜年的奉献所以呢，这个就按照标价了哈，如果你也感动就买了哈不是那个二手货的，有讨价还价的哈，好不好？大家一起踊跃把它作品都把它签完了哈，这个是手做的哦，没有第二个相似的哈，大家都可以去挑你适合的。大家一起踊跃在楼下，因为今天没有爱心午餐，所以我们下楼的时候顺便采购回家哈。好，那刚刚还有几个点，牧师也做一个补充了哈。好，第一个就是我们呢关账就是我们这个礼拜结束之后，我们的总账就要关账，就是你如果今天以后再奉献，就变成明年的奉献了哈。而且各单位请在11号以前把账册交来做，我们要做这个查验的手续哈，我们都很严谨的一步一步来。另外也请我们各首长呢，把和会资料在1月11号以前也缴交过来哈。那我们也要恭喜我们教会的青年呢，冠然兄跟苏文馨姐妹他们在礼拜五结婚哈，他们很低调了哈，没有事先公告，因为他们在台北举行婚礼。那我们的瑞平牧师还有他们家人都有上去。那冠仁弟兄要特别介绍，他是我们李伟教授的学生，这个很美好的姻缘呢。为什么呢？他冠仁兄是受邀来参加我们的幸福小组，幸福小组竟然得了一个美娇娘真的很跟点了哈。他们也在台北那边举行这个结婚礼拜他们应该会在住台南吧如果在台南可以继续在我们教会我们为他祝福。文馨姐妹是我们教会的慧娟姐的女儿了我们慧娟姐的女儿这样子。那还有一个小报告就要提醒一下，第一个，除了我们在爱心午餐暂停之外，我们有新眼光手册我们已经都在分发了，请大家侍奉同工也能够拿祭表的分配事工。还有元旦这个礼拜四就休假，所以我们礼拜3的祷告会完，礼拜4教会没有上班另外祷告诗也请我们的诗群注意一下，我们要改那个回应诗跟阿门颂那这338写错了，是348才对，348首那还有一个要提醒的就是我手上有这个教会特别制作的这一个月历那我们这2个礼拜因为忙但是好像没有空领了时间已经到了要换新月历了，所以请大家还没有拿到的到1楼去领那看来好像有剩，如果你家有2间房子、3间房子我们就开放了开放你家的都有地方可以吊有两个版本一个是爱与勇气，还有一个是我们台湾的风景非常漂亮主要是我们在家里面放一个感觉有那个教会的气氛了我们在1-2个礼拜也会发一张教会特别制作的，明年特别制作的，就是我们的春联很自己手写，由我们的老师手写的那个很棒。好，那还有一个提醒，就是我们这个周报里面的后半段有提到也说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富强门徒学校，那我们很鼓励大家，第一个是新受洗的，去年前年受洗的还有我们的有的同工还没有完全读完的，可以来补课。第3个就是你的小组里面有谁还没有上过这个课程，因为我们希望50喜年的所有的教会弟兄姐妹，大家都有这个基本的门徒学校的一个这个研习。那我们是对信仰、对教会事工都有一个基本的概念还包括认识长老教会啦，认识为什么我们是改革中啦，这些课程都在里面请大家预备心就是第1堂礼拜来上课，第2堂来做礼拜这样你就把早上奉献给神了好不好？大家鼓励。还有一个是升级的门徒学校2，就要当同工的，我们要在3月开始上课，也请
小组长鼓励你的干部来报名哈，让大家都彼此奏照的，特别是50几年。另外还有读经已经快完成了，所以你如果1年、2年或3年读完的，请登记哈。还有包括我们背京剧的要开始统计大家有多少人有参与背京剧。还有一个没有写上，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啦，我们参加路加福音抄写圣经有没有？那个教会公报的已经截止了，他们到圣诞节那一天，如果有截止的、有写完的，就参加他们那边的抽奖。那我们教会还可以继续哦，我们富强教会路加福音可以抄到2月28号，2月底哈。如果你继续写，不要放弃啊，把它写完，2月28号交过来，我们教会也会质赠礼物，还有包括你买的这本路加福音的钱会退给你哈，也会退给你这样子。好，那我们下午哈有我们的保罗牧区他们要举办年终的福音餐会哈，12月28号，还有包括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小组也今天也要举办哦，很难得要在年底的时候来办了哈。我们也祝福他们这个是哪一组呢？好像是我们的激励小组哈。他们要在教会中心的1楼，也基甸牧区的也要在2点举办感恩餐会。希望他们透过这个温馨的餐会，很多人从这边得到福音，也得到祝福我们就这样补充报告。记得我们礼拜3晚上见礼拜3晚上8点半一起来领受祝福。好，谢谢。颂荣，会众请起立，一起唱颂荣诗歌《我的神，我的王啊》。诗歌后，请牧师祝祷。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遵从你的命，我要永远称颂你，我要天天称颂你。我们一起来领受从神来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福祉与相通，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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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阿门，阿门。大家请坐，我们默祷来闭会。